係啊，各位聽眾，人好無？這個禮拜我人有特別嘉賓，到底咱一地位到底咧馬來西亞誒南方嘅位，叫做人嘅特別到底咱嘅羅倫丹嘅位，羅倫丹是我人嘅 forum 嘅咯，論壇咧叫變羅倫丹，羅倫丹嘅南邊條有一個咱嘅怎講啊 member 怎講？有一個人嘅特別嘅雲攤嚟，甲人講話話，即個禮拜小歡迎雲攤。Hello，雲攤啊，大家好。你不得有食飽未？啊未咯，冇起來呢，還未水吹。你怪咱咧吵一句我鼻子。嗱，而家咧即係咱特別嘉賓咧，就不日咱們有一個是到底，咱真好嘅嘛，咱檳城福建啊，檳城福建只歡迎，無像地方嘅人來吹啊，不是普及噶啦，無像所在，我今日冇發到，無像所在嘅人，其實我講福建話就係啊，就參人來拍球啦。我這個禮拜呢。咱特別歡迎咱嘅做好嘅朋友雲攤嚟嘅咱拍卡，咱咪講咱巴掌，即係咪是不如較貴呢？是唔是即個叫咩啊？白靈尊呢？攏叫咩？隻巴掌是叫咩？端午節，好講話叫咩？當是未有。我唔知得講喎，特別咱是講白靈尊嘅，我叫，讓白靈尊，高靈尊。冇喎，我是聽講檳城較有少。哦，是咩？唔是幾世界人有白靈尊嘅咩？In Malaysia 檳城較有少。哦，咱嗰邊唔是有海咩？哇，新加坡，我不新加坡白嘅，去新加坡白過來呢？是哦，有 bridge 了嘛？個兩條 bridge 添。叫，兩條橋啊，當叫。冇啦，一條愛做未成啊。做未成啊？做咩做未成？做一半當然係啊。冇啊，愛 start then stop 佢哦。哦。即係咱特別嘉賓是做好人嚟啊！我人拜個幾禮拜是，或者我人個特別嘉賓是沙拉瓦嘅人。或者咱個聽。小弟喏，你小弟不知咱嘉賓小弟啊！這禮拜你係別講會唔會即係你當浪去浪羅倫丹嘅位啊？羅倫丹就是我係 forum 啦，forum 可以叫做論壇嘛。一定到時我每人講按照講啊論壇學緊話就講論壇咯，講叫羅倫丹咯。你咪係你去羅倫丹嘅位有聽看，即係羅倫即係雲灘到啲人嘅羅倫丹入面就真係活動嘅嘛。哇！一四百九，伊個下啲小影一條我看，但係流爛。你個好食啊！伊看你物件，特別我講係哦，特別我淡薄家己食真啊，但邊啲人淡薄有隨款淡薄，成日就講話做好物件成個冇好食呢。特別看食應該真好食哦。講你好吹表吹啊！特別你熟悉啊，你就好人嚟，你每良心。邊啲人係記掉，邊啲人係啊，特你聽到，你不少特你看到你啊，沒良心，邊啲物件好食，就好物件好食。邊啲物件好食濟咯。哦呀，好對，得啦，就是講啦，我啦唔是偏心啦，即是事實嚟哦。我啦話啦，或者有人講啦偏心，咪是人講這那啲就開雲吞嘅佢講，是唔是？你是呢？會曉知愛人較垃圾掉。特別買得罪人啦，特別是安尼啦。本是有好食嘅，本是有好食，可能咬出本是別人人落去煮嘅就是好食。是咯，頂次是我個到底我網頁，為嚇那是我唔捌去過網頁，啊，不講歡迎，咱各位新嘅聽眾，就是我頭一擺來聽咧，歡迎啊！頂次是我到底我網頁，是有一間個人講到底台灣嘅聽，不如嚟聽，歡迎啊台灣人嚟聽。伊講人台灣人嚟，你馬來西亞誒福建話真歹聽哦。邊啲嘅嗰個看過聽我啦沙啦，時段啦沙我都未有聽啦嘛。掉台灣人啦沙意思是講我 feel 掉啦，我感覺掉啦嚇。嗱，你使講感覺，唔使講啦沙啦，咪你邊啲人就講啦沙，攞後面講啦沙就可能。就好啊，冇喎。我講啦沙，嗱是我啦沙掉，就是講我感覺掉啦。
即禮拜咱唔知，咱咪講肉粽，就頂住頂住拜幾啊？頂住禮拜咯，是拜唔知拜三下，拜四是其實是即個白靈尊，其實食肉粽，頂你唔知本啊？等人來就偷食。頂個禮拜二還是禮拜三？禮拜二、禮拜三啊。你食肉粽？你食着？我冇食粽哦。啊對，可憐個。係咯，可憐咯。我食多多，我食4粒咯，4粒，4粒呢？這邊是你減肥啊？一粒啦，是咯，我個拿減肥啊嘛。一缸是叫一日，變你學勁叫一粒。歹勢。哇，一粒。但你袂使接受這條嘅啊。對。暗暝袂使食，咱就袂困。啊，要直可能。哦。你都暑假食按怎款嘅粽咧？我是個食鹹粽，我是個食肉粽，我是個食肉粽。伊個豬皮係烏，一裏面特別有即大肥肉、三層肉，膠油嘅。哦，我就講我嘅 company 是我嘅頭家是Taiwanese 來嘅，and then every year 伊嘅頭家數啊都會煮肉粽予selected 嘅人啫，伊較暑假嘅人啦，特別工人啦，啊對咯，伊是講等下翻譯啫。你話你參乜你食冇呀？伊個公司頭家是台灣人來，特別特呢即食粽嘅時間，即叫啥名端午節唔知乜叫會時啲到伊波到煮肉粽，咁啊特別嘅工人個攤食嚟嚇。對，大粒唔細粒，伊個粽。哇，就大粒咯。大粒裏面係咪有金啊？哦，後邊有即個乾料豬，哇對啊，翅，胡翅蝦啊！喂，媽你甲我講啦，頂住講當金絲你個人個係你咪你活跳橋啊，活跳橋呀，個有迄個特別誒，咪個胡翅誒粽啊，咱做咧特別誒，一定是台灣嘅我啦啥？是咯，正大粒，敢若枕頭咁大粒咯，伊人叫枕頭粽，枕頭粽，呢個枕頭粽咪是，伊咪是無啥講啦，撒間嘅咯。是咯，規條咁肥咁長嘅。食個話呢？是咯，白嘅咯，我屬個黑嘅嘛，福建人。我食個你不食個黑呀？有咯。係啦，真係好。個鏡頭嘛，看了。咁樣見到，哈，白絲人講啦，白絲那看那幾啲啦，是咯，我金那看那葉線，我記住聽到實際係時我聽人講嘅，我金那看那葉線，白絲那看那幾啲，你講叉咧豆腐叉，還有豆腐即係棒光叉、豆腐叉是。真係隻人咪是無係學豆油，可能係學豆油係個我見看一個葉線。哦，是咯，因為炒麵啊，愛放個個好食啊。對，咱炒麵本是放嘅。你有用尖頭粽講我聽過，但係裡面個係咪咪乾料煮了個有胡翅一個面。胡翅 ，and then 呢是一粒啦，一粒裡面有個料啊，是無相粒。是一粒嘅，裡面加劑料嘅。哦。普通嘅肉咯，即個牛肋咯，肥肉有，肥肉有咯，肥肉少肥肉呢？一個放燒賣嘅啫。哦，唔聽過。燒個腰，放燒賣，我個腰，我未食過我個腰呢，老當劍。燒個加濟粒拿多丁嘅。你話笑啊？我叫你 FedEx 過來啊。我腰喲。嚟講裡面個肉，你個面叉燒我哋講。燒肉，個燒肉。個燒肉啊！美國咪都會食尖頭一粒咪個底落，冇咪底落你知唔記得裡面？是咯，兩個人食咯，幾大粒咯。我人咩食啊？免啊，我一人。是咩？我一人食都好人行啱。個香菇咯，香菇嚟。400好了。是咯，了，差唔多啦。
了有诶，有放即个黑米咸咯。黑米咸什么嘅？黑米咸是即个伊黑米啊，炒咸椒啊。哦，我叫獨家脆脆啊！哦，叫咩事？我想未起。哎呦，各位聽眾，sambal happy，sambal happy。sambal happy，對對對，我叫 sambal happy。即個是參照馬拉哥嘅style，馬拉哥嘅意思。馬拉哥嘅辦法。傳統對。等個有咩啊？我唔係食過馬拉哥，我唔係食過有即 happy 嘅巴掌哦。是咩？就好食咯。是啊，鹹啊，落到安尼，哇！我冇食過啊，點解檳榔人唔知把食過？檳榔人就只把食過氣球，佢話咧亂等嘅是我即朋友寫一個意見啊嘅，佢到這檳榔人把食過有什麼 happy 巴掌，我唔食過喎。你睇了未？這是沙都咖喱裡面個料啊，安尼做物件。是咯。哇！佢這幾兩巴掌咪使睇點樣呢？哦，那邊佢美國 tax 啦，咪本個 tax 啊，個係咪個那邊？冇咧，我時間你看了咯。特別伊個主筆是係咪食嘅白白啊？白色嘅咯，白色啦，哇！那上面是胖，哇！真好料，我不知道要我想到，但是較鹹淡薄啦，也味素。哦，較鹹啊！一路อุ่นมีกี่เจ้าเสียนี่คนจะกันเลย巴掌กันได้เจ้า有時有อุ่น咯อุ่น鹹椒醬啊鹹椒醬啊我們是見你還沒飄啊鹹椒醬咩嘟啦咩嘟掉咩嘟我有一種咧叫做胖醋嘅你知啊有一隻胖醋同叫我哋見隻胖醋隻大罐是誒，這多個胖醋誒番椒醬哦。頂個甜醬本咯，甜醬有放紅豆啊、豆沙這款嘢啦，但我冇咩熟甲食咯。哦，甜醬，我甜醬是，攞是咩叫甜醬啊？成個甜，成個熬糖嘅甜啊？叫雞醬啊。雞醬為食嘅，嚇。冇物件誒，等下摻即個。我們熟甲食啊，你知啊？是哦，細粒嘛，細粒就到對隻個。我媽做個細粒。是啊，我正每次做細粒嘅，我慣是食，每次細粒嘅。意思我叫雞醬，意思就是alkaline 啊。對。雞醬，成個人做麵嘅時啊，就係你老雞啊。雞，伊咪是微嘛哦。แล้ว你去較濟人冇是白細粒嘅，แล้ว個อุ่น咧熬糖啊，咧古蘭辣嘅係啊。家己煮甲伊揚去啊，也辣個都來อุ่來嚼。我只本是白，特別你特別係，我個只冷嘅，你較濟雞醬較濟本是只冷嘅，either是那是唔是room temperature？別講哦。房間嘅溫度，即係放到外口呢，可能即個做阿度啦，唔是只放零零，特別我是講只零零，特別往時巴掌係接上到時候，估係變定義哦。是咯，定義都出嚟吹佢啊，吹一個嘢咩？伊唔是實，伊是成個定義都別都擘架嘢喎。佢吹啊！有時放一個月嘛冇數。去 ER 啦，去咧 emergency room 位啊。對。吹係女一堆。對。雞醬，你雞醬你較濟冇食食細粒，我冇食食細粒嘅，一刀子只就七八粒嘅啦。足夠肥咯，足夠肥食這樣濟。真係是人老嘅好。背時。我唔知啊，我當佢頭腦會想，我不到啲家，啲腰。我當咁樣掠就我係西島油，咪咕油，咪咕油了個有，你講淡仔個紅豆嘅嘛是哦？對，紅豆豆沙，紅豆伊是南面啊紅豆，伊料啦，內邊料，伊南面料特別係紅豆沙，伊是煮過嘅，你有你是咪？你紅豆沙？
豆沙甲红豆沙毋是像嘅，無像。豆沙是烏嘅，點解是烏嘅？你知？唔知咧。黑白，黑白。是我唔知。啊，即烏嘅，你豆沙唔是用紅豆做嘅本咩？啊，即烏嘅。煮個有白豆沙是哦。白豆綠豆，你是綠豆沙是冇像，綠豆是用綠豆做嘛？你就叫昂啲豆沙，即係餓食，特別你隻包咪是有啲餓食嘅裏面，唔知是唔是係餓食嘅啲膜啊？哦，可能也是煮個餓嘅咯，就會打，食咗餓嘅咯，就會打。個味道你點笑嘅邊？哦，你紅豆、綠豆，你攏捌食，你係平常喺你肉粽鹹嘅粽裏面，伊唔是裏面，伊個口係比入邊有係即係。豆嘅，唔知一種豆。有河，有。或者招本啊？你參落去叫做咩啊？白豆啊不？白豆。我不知，我不得要。佢叫一粒嚟接啊，你當佢。那接那甲我講啫，哇！真要當。變人人都好命啦，是咯。我當然都激心無通食。要緊啊，過年對嚟嘛有通食咯。過年咪通食粽，有通買嘛，唔是咩？特別我買隻舊包咧，我買。我買隻舊包，我聽到我買比賽包包粽。伊唔是伊是比賽快啦，又唔知記得你唔知咩，我未記咩做咩物件咧，是用寫鐵圖物件是用比賽包粽。然後伊包我粽看一唔知就10分鐘啦，唔是看一人包落一粒啊，是咪9分鐘？是其實包呢？你比較包，你比較包，伊這個散喺度，伊開起來嘅了誒。你厝個，你捌家己包過啊？有。你有家己曉包啊？啊，嚟講我聽人都包。安怎包嚇？伊是安怎講咧？講袂出落都係做㗎。用喙講。冇用下嘴講啊，用嘴講啦。你 B 是叫你叉聲嘅，你做 B。B 做 B 都係啦，叫嚟尖聲咯，尖名咯，尖嘅名。冇得意隻尖了，then 都叫嚟叉咯。做咩事都尖嘅名？一行了，伊較耐嘛，我那也做 B 哦，一定冇只愛哦。連嘢肉啊，嘢料嘛都愛煮過咯。個料嚇，個料都未煮，炒個胖胖嗬，有光嘛是對。胖胖對，什麼幫安怎講？用喙半開啦，半開很棒咯。半開這樣子啦，嚇料面有蝦料咁阿女哦，唔是咁阿女，你阿錢，你阿女錢。嚇，阿女錢有袂記講。啊，先嘢，葉本有咯。哦，一粒啊兩粒，我燒兩粒呀。使得隻貴邊啊，燒兩粒。上錢。即係什麼摻起來，then 包咯，包了就。你個幾百貴啊？是你麻做？我麻做，我help 伊啦，我幫伊做淡薄，學淡薄咯，打下手咯。你曉白本啊？你曉呢生？你就指，你曉什麼滴嘅曉嚟嚇？張曉，人講張曉啊。張曉是唔是隻滴嘅張啊？係咩張咧？你唔知？應該是滴嘅張啊。對，滴嘅張。你包你係往時就穿落地，安尼壓一隻成個人被夾針不地嘅事啊。對。安尼壓隻做隻乾嘅 shape 呢？對，因為用嘢。水炒哦，人叫水炒哦，會熟哦，放個暗白個暗咯，個叫嚟試咩咯，叫嚟殺，你是你係吹也是殺咯？sorry，叫嚟殺啦，唔是吹啦，唔是，你講 steam 啊？steam 是steam 是煮好了吹。哦，煮好了是要做喺做，是無我講，鮮嘅是用你微波爐，
是用嗰啲microwave oven 嚟做嘅。是。了個一個傳統吼，我都愛講者。係咪傳統嚟講？就是唔知恁人細漢時陣，恁人嘅媽還是恁嘅阿媽有講，即個正日嘅時陣啊，食粽正日吼，12點下晡愛神水嘅。我唔聽過，有可能別人有啦，我哋全部都講下。神水係咪神水幫助啊？神水就是燒水啊，開水神去電啊，like 你嘅水池啊，無夠水啊，12點都水池特別先係毛毛啊，幫毛毛啊 ，and then 伊人是講12點嘅水哦，你神了哦，你夾嚟用哦，真好咯，健康真好咯，即個有典故嘅啫，典故係咩事？講我聽頂打故事啊，頂打故事，嚟講者。這個咧是，這麼說哈，這麼說人很做呢。一 story 是古早以前，300千萬個啦，千萬以前是咧，武俠世界啊，有這個，是我聽我家己聲咯。echo 我放 echo，你會講故事嘛？講故事咧，等陣我 introduce 你，古早嘅事。人講咩話？人講就是條神水，嚟就是條神水講啫。古早咧，有一個人，即個人恁人本聽過，有看過了嘅 ，TV 有做嘅，電視機有做嘅，叫做鄭成功。鄭成功啊，阿嬤叫做咩？Master 正啩，有你睇我冊諗有聽就好。是哦，Master 正去 Google 啫。巴掌 ，Mr. 巴掌。有鄭成，即個鄭成功咧，度是將軍嚟嘛，將軍嚟嘛，將軍去拍箭咯，去拍箭，喺度拍去台灣去啫。等台灣去度，喺度拍到。呢度都係拍去台灣，到中國。中國咯。拍去台灣，然後喺度去到一個山啫。又拍去山嗰邊去咯。了，伊人就無水啉咗啫。等伊度夾一個劍啊，夾一個劍咯，劍啊，拍功夫劍咪多啊。對劍，等插到頭嚟啫。出來我插落去堵落去咯。等嘢，就來解堵落去。一自己就托卡，佢嘅托卡咯。了，等了即個一托卡度。一水就浮出來咯，一水就浮出來，浮出來咯，就有水啉了咯，所以人就是講你嗰時真好嘛，所以大人本 follow 咯 ，follow 即款嘅傳統咯，大人咪對呢款傳統啦，對，你一當叫我朋友看嚟，朋友看嚟，搞，你是個幾日你當見幾日你去。各位聽講到，看咩去你走開嘅，你買菜刀潛入頭卡款追出來。我倒落去你樓卡嘅人嚟啊！菜刀自己嘅斬落去頭卡款追出來啊！一無，咱就未講者蝦米故事，佢哋有啲故事是講，你就住你跳海啊，跳江係咩名？屈原屈原呐，叫咩？屈原，我未有聽。屈原，講我聽你告訴你曉未？淡薄咯。屈原伊是古早嘅詩人咯，真搞邪啦。是唔是咧？唔是唱歌，唔是 American Idol， 唔是 Malaysian Idol。伊只伊是做官嘅啦。邊個學邪？
连做官连古早真侪歹人诶，那边路。當然無啊，就定古早夠啊，當然咁啦人就好誒。古早是個歹人啦，你歹人會做咩？連歹人都對付伊啊，等伊袂動甲袂亂甲伊人啦。哦，然後伊都看袂開咯，去跳江。自殺。去自殺咯。哦，嗱，有人講伊，有人講是伊昂逼，有人講伊是gay啊。有人講啊，有人講伊是人當今人就別人人就講嘅個數就是講撲克姐撲克姐 broke back 啊 broke back 撲克姐我唔係聽過喎，了伊就暑假伊會昂嗰隻，伊昂地就暑假，各位聽眾，那是攞吹掉之類係咪幫嘢得咯啊？看咩奇怪你comment 佢即係意見佢，看咩試下就我俾睇下。哎呀 ，Oh my God！ 你按照一開始改昂嘅，連你昂可能冇暑假伊係想做咯，伊昂 homophobic 啦，昂你驚啦，是咯，驚啩，哎呀！哎呀，弄當動啦，當槍，你死人味，就咪去跳海。我跟你講，一個夾之類夾把刀我諗咗，你去諗把刀嚟去跳落江諗把刀呀，是唔是？你有聽過？冇，伊毋是可以掉迄個把刀，可以點去水咪是？真常是吼。伊就傷心咯，傷心咪去跳江。跳江咧是做咩事講蝦米關係甲巴掌咧？跳江，因為伊真受歡迎嘅嘛。伊真出名，真出名哈，這幾人是介意。唔是暑假，唔是暑假，係講可能暑假啦，你知哦，真正係。對，伊人真好咧，食個浪暑假玩咧，到底邊浪？浪暑假食米菇啊，等了，還是雲吞了伊人就安怎咧？就去救伊咯，緊去坐啲龍舟去救伊咯。坐咧，白領樽白去找伊，去找伊咯。yes yes 體啦，yes 屍體then 即個吹無啊，即個吹無咯，吹無，然後你那度驚即個虎大虎去食伊身軀伊把身軀咯，所以就點即個掌互伊虎食咯。哇，我冇點樣真早做啊！是咯，我們在生，你在做長白嘅博士，你這個很是 Vicky。啲可能貴一節兩節咧，是用點漲落崗嚟啦，嚇。是咯，我都係特講點無，但係佢一年飼一擺嘛搞。特節都要點，生個雲吞咧，飼一粒，都要大粒啊，淨快隻尖頭那大粒嘅。點落去割掉，可能割掉係一間伊本本鋪掉，唔好你把掌大死。咩啊？屈原啊，屈原掉。了是伊就是可能點掌是要救，為了買好虎食伊辛苦啦嚇。那高齡準時，可能伊救出去是讓他點掌落去啦嚇。要去救伊啊，要去吹啊，看到伊無是安怎吼，伊都。這白靈村去找伊咯。真正啊，這我看有真正無相嘅故事本我啦，啥吼？對，有誒真有誒假啦。有咧是怕有咧是我毋知得這真，毋知得這假本啊，咱是有無相嘅故事，係去要幫入邊寫者啦，佢講者有幾時啊？特別是迄個破格子誒，即個油廠咩，唔是油廠咩，庫管，那當今啊，當今我下一年通天文通食巴掌啊啦嗬，只是嘅，你誒當今巴掌一粒幾鐳？
就是要去買。第一班機本來2塊半咯。2塊半人民幣半行嘅咧。是咯，伊捌淡薄驚咧，一袋啊，薄薄。豬皮包豬皮嘅嚇。啊，對咯。即係咪叫薄薄你講？伊捌薄薄嘅咯，啊，我一袋薄薄嘅嗰樣咯。唔是薄薄啊，薄薄。薄薄，唔是巴掌人民一袋薄薄，你講薄薄嘅伊捌。你2塊幾咧？你較好料呢？佢哋較好料都係4塊半。4塊半嘅落啦。你買迄個成家咧，迄個佛跳牆咧。伊個唔知幾錢哦。我食 free 嘅嘛。講哦，係啦，你好味咩？你是唔是有吹學嘅你？應該是咁樣講啊，我會曉煮過咧。厲害咯！或者嚟邊撚吹我人啊？哦，我去食，但拖去食，只個老細，但拖唔食只個老。但是我諗邊啲人我喙真刁咧就，真別記嘅。哦，叫夠食了啊！夠勁啊，夠勁咯！勁食，冇好料個買食。是咯。邊撚唔知得一打，邊撚唔知得一打即係巴掌好食啊！或者對其實去 test 看者，你抹做啲好食啦，我見白要背就好啊啦。啊，是咯，家己厝煮嘅啲好食了嘅嘛。我要甲老王講者，各位聽眾，有一個要報告，即係一個頂朝我唔知你聽到，你去我哋網頁會看到迄個迄個做戲嘅哦，你 noise performance house annual drama 等我放下看。可能會聽到，然後若是愛聽咧，較濟物件咧，會使去迄個網頁位家己去聽啦哈。你去問一下啦，死人即個阿龍，個袂記阿龍都歹看咩去迄個網迄個羅蘭丹會寫啦，你個無寫過，安尼一人冇啊。哦，是。了然，這是做關係甲即個我一個朋友做一個即個舞台。good time，先出嚟未記 online 模式不要緊啦，未放咯，個自己聽，放未掉，唔知做乜事未彈啊，我個自己聽啦，唔知其實6月9號是唔是？6月9號是這個禮拜啦，但是到底個人報人咧都較晚，但不唔知6月10幾號20號唔知啦，我自己我網頁會聽，一下就報告 Noise Performance Houses Annual Drama，我去聽看，裡面佢講下等咧。有哈，當我聽到，冇那個 start 呢，那冇聲，我冇聲喎，問阿爸普老餅啊，你去聽看，普老餅，你去聽看這阿龍甲普老餅我咪講，甲這個人有一間朋友，因為阿龍來做擔保。特別這裡唔是有節目嘅，佢平時節目是阿 John 做嘅了嘢嘛，伊是藝術嘢嘛。對啦。今仔日個特別係冇咱拍廣告嘅，拍咩廣告咧？一破明啊！你有說過6月一個無用啊無？我真無用。你就是無用。我甲這個人有一間朋友。做雞。幫助伊擺這個戲啦。擺戲就是我是調啲下尾背轉來嘅。哦，你是調工，啲下尾背轉來，你一般發覺冇咁好戲啦。但按照我背轉來咧，是因為咧我知道來本是做舞台劇。舞台劇哈，介紹嘅咧是兩出戲。頭一出戲叫兄弟，第二出戲叫最愛。我見話叫第愛。頭一出兄弟是講咩物件咧？兄弟咧嗬。哎呀，咪講幾號？是6月9號。6月9號是暗暝8點。6月10號。拜個。對，拜個。6月10號咧。10號是。6月9號暗暝8點。是下晡。9號是暗暝8點。6月10號。拜個。對，拜個。6月10號咧。10號是有5點，是下晡3點到暗暝8點。6月11號咧？6月11號是這下晡3點。所以連續3日有4條嘅了。咁就咧邊樣做到咧嗬？去吉隆坡，因為我嘅人想要個價單，咁做戲人卡嘴照。所以咧一幫咱人嘅市場開得個大，邊樣做了平常時特別咱人嘅公演本是
规定拼落去 KL 嘅。今年咧嗬，本無例外叫咩？例外，本無例外，對啦，本無例外咧，咱人去吉隆坡幾點做其實？對，應該出名嘛，就因為實在咧嗬，你無去人講你無文化嘛是，無文化。OK， 7月1號暗暝8點，7月2號下晡3點，尋暗暝8點，連續5日咧有3場。當天要講熱門嘅段會加資料，邊個嘅咧小可咱人嘅生活生活喺水平不安嘅懸，所以咱15塊一項。對。係啦 ，KL 嘅咧部有小可數比較重，能無我唔敢。邊個15塊來 KL 嗰類？乜大啊人嘅？即個人講是無貴真濟啦，我是大啲27塊。要27塊冇可能是貴嘛？咩10哇？不是貴，本來10個塊個17塊咁貴。特別呢啦，到吉隆坡是收回較重啦，無啦嚇。去個人去看即個我朋友咧，我朋友做導演。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แอบมืออาลงนั่นสิก็เทียจังไปคิดจีจีหลังจากนี้ตัวคิดว่าหลังในบางอย่างคิดจะได้ฟอรัมหลอนตันเลยที่บางเลยแอบมืออาลงเองคิดกับลูกเสีย出來อีตัวคุยลุยคิด到ไปตัวมีกุเท่าแล้วฮะ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ไปเล่นบาจังตัวเจียแล้วติดจิกตัวจิกแล้วว่าตัวจริงกินหลังจิหลังโบทันเจียบาจังแล้วจิกข้อเมียแล้วมันจะกำเสียจะเลยแอมวย唔是แอมวย跟住就就好咱叫做好人叫做好本來學嘅話叫咩咱們叫做好呢就講檳榔人咪叫檳城嘛是有人叫做檳榔日本來就係人叫檳榔แล้ว咁時候人哋做好啦，檳榔是到啲北方啊，做好就到啲南方、北方、南方、中方乜有當緊吉隆坡各位聽講過台灣人本啊，台灣人把你個來無落久呢。咁時候攏少聽，了咁時候可能即個不知個對嚟講啦，即個做好阿炳雲吞，做好雲吞。今時候咧參加我哋接播，今時啊，แล้วลองไปกี่คน咧，即係真厲害，即係雲吞真嘅，即係自協嗰啲好療小英，เราไปกี่個人想咁樣期望嘅，即係倫敦去看 forum， 邊啲學嘅 forum， เรา是ไปกี่อันจะกี่咧บางอย่าง地址是 forum.邊啲學嘅 .com，forum 你不要 spell forum 不要去試啊 ，forum 邊啲學嘅 .com， แล้ว去入邊看啦嚇。แล้วนั่นสิก็ไปหังคิดข้อมีแก้วเลยพาแต่หนูว่าเนี่ยไปพาบีเกาะแต่ว่านี่จะใช้พาจีคองละ即是บีเกาะแต่ว่า啦嚇จีคองละจีคองจักร CAKB จีคองละจีคองจักร即係老演好嘛แล้วนั่นสิบ่ได้บ่มี即話使ไป講咧ไป講好聽得大把張好知啊是ไป講我聽嗰啲無相喺啲搖槍嘅歌手唔是搖槍咩出酷管嘅歌手嚇去我人嘅朋友，แล้ว我嘅朋友是叫咩呢？檳榔學健.com， 感謝各位聽啊，將收聽，感謝就好運攤，下禮拜再見。